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副总统陈建仁正式来入任，昨日太太的陪同下离开了总统府。新任的副总统赖清德的身边，伊的太太吴美如嘛难得公开来献光。副总统夫人曾经是淡江大学的校花，伊穿一束深蓝色的洋装、白色的西装的外套，气质优雅端庄，让人印象深刻。 迎向更美好的未来。副总统陈建仁任内最后一天，和夫人手牵手入去总统府出席总统就职典礼。回顾4年任期，翁仔某无定定公开露面，但是国庆典礼也是访问友邦，太太罗凤萍拢会出席。扭着新任副总统赖清德的手，提醒伊唔通徛头前。 这位穿蓝色洋装的女士气质真好，伊就是赖清德的夫人吴美如。足少看到伊的一向低调，只有赖清德就任台南市长的时阵看到伊一摆。他也有提一个条件，就是说他不可以影响他家庭的生活，他就是还是维持他把家庭顾好，他也没有介入我的工作，我也很感激他，就是也因此。 把我们2个孩子带得很好。吴美如大学时阵是淡江校花，当年伊陪弟弟去参加高中联考，和同款备考的赖清德熟悉交往结婚。如今吴美如徛伫赖清德身边，摇身一变变成是副总统夫人，毋但是拱手接受苏集团的祝贺。 有当时嘛，那亲像是助攻共款，就是互赖清德一撮提醒，未来翁仔某会阁做伙出现无？4个字，指日可待。